来到 Go Go 公好坊，我是怡洁，我是敏华。怡洁，我最近在研究客家料理啊，我觉得呢，客家的油焖笋我一定要好好的学起来，因为呢，我发现贵竹笋它的口感非常的细致哦，而且汤汁拿来拌饭特别的甘甜。说到甘甜，就叫做甘。甘甜就是甘。那么其实如果是用桂竹笋去做油焖笋，是一定好吃的。因为桂竹笋如果晒成了笋干它还可以变化出更多元的料理哦。比如说像是笋干炒肉丝啦、笋干蹄膀啦、笋干排骨啦。总之我最爱的就是桂竹笋，也就是鸡竹笋。鸡竹笋就是桂竹笋了。那其实呢，油焖笋它的做法也很简单哦，主要呢就是先用清水去除了桂竹笋的苦味，接下来呢一定要加的就是客家的泡菜，另外再加入高汤一起熬煮就可以了。泡菜就是福菜了。泡菜就是福菜哦。那么今天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福菜很甘甜很香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泡菜又甘又香，泡菜又甘又香。今天Go Go公好坊带您快来品尝这些客家料理。欣姐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我要吃客家小炒。那我看看，我想要吃鸡竹笋呢，因为现在是鸡竹笋的季节，不知道有没有。老板。老板，你们店里面有没有推荐鸡竹笋的料理啊？有，你可以尝一下我们家的客家油焖笋。好，那我要客家小炒跟客家油焖笋，谢谢。这桂竹笋好嫩哦。这泡菜很好吃哦，而且这泡菜呢又甘又香哦。这道油焖笋还真是好吃哎。真的，桂竹笋做的料理呢，又甘甜又美味，超棒的。这些美好的滋味都是来自于鸡竹笋。鸡竹笋就是桂竹笋了。那别忘了，油焖笋呢，一定要加入的就是泡菜。泡菜加进去之后这道油焖笋呢才会显得甘甜，也就是甘。甘就是甘甜了，没错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福菜很甘甜很香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泡菜又甘又香，泡菜又甘又香。今天Go Go公好坊带您片尝客家料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